再来看去年7月，台南的安定洗车场查某便所发生偷窃的事件哦，警方嘛抓到一个细楼的嫌犯，嘛发现讲这个细楼的嫌犯哦是调查局的调查官哦，也毋过检方甲伊提起公诉，嘛认为讲公务人员哦，甚至执法人员偷窃案件是定定发生，有学者嘛认为讲政府部门就应该爱来加强相关的教育。警方逮捕的白衫查甫人，去年7月伫台南安定赛车场查某便所装监控摄影机，警方协报埋伏现场，抓到来回收摄影机行迹可疑的细路嫌犯。男子行迹可疑，且神情紧张，在附近徘徊，遂将该名男子带返派出所侦办。警方为嫌犯身上敲出监控等设备，清查超过10外人受害，包括员工、电场码头等。调查过程甚至发现，嫌犯其实是调查局的调查官。检方以诬告落他人性影像罪嫌提起公诉。多次以针孔摄影机摄入他人隐私部位，侦查后认刘姓被告涉犯刑法第319条之一第1项无故摄入他人性影像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诉。调查局协报了后，回应已经将细楼嫌犯调离现场搁启动，行政调查也会召开临时考察委员会总检处理。也毋过，公务员司法人员偷窃案件并无罕见，派出所警员、电医官合作人员拢捌爆出偷窃事件，学者认为政府部门爱加强相关教育。公务单位，特别是司法公务单位，必须对自己的员工有更高的要求，不断的要去做这些妨害秘密啊、性侵、性骚这些的提示。对于那些问题被发现的这些人，是要做更个案式的辅导，然后送到治疗单位去接受一个心理咨商或心理治疗。学者认为，司法人员对守法甲道德要求爱比民众更加悬。除了行政辅导措施，调查也是判决了后的行政处分，敢是免除公务员身份，爱看犯刑严重程度甲涉及罪名，审慎评估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